大家好，我係 LK，今日我會同大家去大埔運動場睇大埔對傑志。最終賽果大埔同傑志各得1分，踢成1-1。多謝大家觀看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一條片出去，可以 follow 埋我嘅IG。